若高雄港外口的货柜是伫咧较浮的沉内，即马烦恼风台来会造成危险。交通部长王国材伫昨昏有去视察，要求要赶紧处理。即马高雄港务分公司伫昨暗赶工，已经甲40卡货柜吊上花，另外阁有71卡货柜，即马是伫烟花口搭伫遐，先标记位置，等风台过再处理。 一个蓝色货柜卡伫岸边，比如这天赛货轮沉船已经5日，有关有大约110个空货柜，吊伫高雄林园甲就这2期烟花，看到风台倒数雷花紧，怪手加速作业。那一区就大概有将近20只了。 根据港务公司统计，天赛轮船顶有1349个空柜，其中776个随船沉落去，160个漂流过程沉落去，目前完成打捞也是拖台过程沉的有303个，还剩110个调着等待处理。交通部长王国材25早起落南去现场视察，要求暗时要完成打捞。希望在今天晚上以前，把110只里面比较可能会因为台风再飘回 海上的这些部分赶快来做一个处理。散落的空柜造成高频沿海航运安全。天赛轮本身也疑点真侪。航港局表示，这艘船测试停伫高雄外海时，就捌问入港定数，也毋过无提出申请，也无反映有机难状况，一直到19才申请入港。2早起船已经管制船长船员出境，进行海事讯问，厘清事故原因。当时船东并不愿意提供进港的所需资料。7月19号下午3点的时候，他们才第一次提到可以进港。那时候船代还是表示说，这个船舶还是可以正常的一个进出港期间并没有反映有什么任何的一个紧急的一个状况。 拄船伫海上清理天赛轮沉的时所流的油，因为船目前位置水下37米深彻底，受风台侵蚀造成船体断气风险无悬。港务公司会等天气好起来，才抽除船顶的油料，后续也会紧急求偿，甲相关船体处理。记者综合报道。